東夫直認。好多人買餸都會帶架車仔，方便入幾日貨。不過近日就有大媽拎個電動行李篋買餸，結果被執法人員截查而引起熱議。吓？你話我係電動滑板車就違法啫，點解行李箱都唔得嘅？其實因為呢位大媽唔係拎個箱嚟擺餸，而係直接坐喺上邊化身做駕駛者。據了解，事發地點位於紅磡家圍村附近嘅街頭。大媽喺行人路周圍去，雖然速度唔高，但都被視為電動可移動工具，亦都係犯法嘅。有網民今次都支持執法人員嘅行動，留言話支持執法。捉得啱喎！不過咧，亦有人希望執法人員可以做多一步。呢啲快極有限，係就捉啲外賣車好過啦，橫衝直撞又快又唔守交通規則。有人甚至要求捉埋電動單車同埋電動輪椅啊！咦，係咪唔知道原來電動輪椅都係犯法呢？其實有需要人士喺行人路上邊使用當然冇問題啦。但如果好似呢段影片，個阿伯揸住架輪椅喺深水埗車來車往嘅道路上行駛，咁就另計啦。喺度再次提醒大家啦，電動可移動工具不宜與一般汽車共同使用路面，而任何人在道路、行人路及單車徑上使用未經登記及領牌嘅電動可移動工具，可能違反香港法例第374章道路交通條例，一經定罪，最高刑罰為罰款1萬元及監禁12個月。好啦，今集東夫即應時間差唔多，大家有咩申訴，記得致電我哋爆料熱線36003600，等我哋第一時間同大家東夫即應，拜拜。東夫即應，即刻應。東夫即應我都有睇㗎，你哋快啲睇啦！東夫即應，即刻應，大家咧要聽我講，即刻去睇。東夫即應，即刻應。